咁啊，英國時間下晝，咁啊香港時間咧就晚上，咁啊歡迎各位收睇呢節嘅節目啊！咁啊就我預料今日係3節嘅，點解會做3節？就係因為依家啲新聞開始積得多啦，開始。OK， 即係你其實嗰個局勢係越嚟越明顯嘅，即係你見到。好似香港01嗰篇攻擊 BNO 嘅文，嗰條友好明顯係類似沈旭輝細個時喺啲黨培養嘅人嚟嘅，其實要揾嗰條友出嚟嘅，刮嗰條友，即係當然香港01啲記者真心啲刮出嚟嘅，你都知我嘅立場。嗱，會員版嘅較早前做咗啦，咁啊年費60英鎊100蚊加值或者110蚊澳紙。咁啊頭先咧，但係咧有一個發言嘅，就係咧，你知有個澳門人就成日攻擊 BNO。咁嗰條友咧就似乎應該收到 order 想喺 flag 嗰度搞事啦。咁但係因為佢戶口太新啦 ，OK， 因為佢之前完全冇履職。咁結果咧就俾我發現咧，佢嗰啲 friend 嗰啲 list 咧，即係你其實最初嗰幾個人，嗰2、3個人就係嗰條友提佢嗰啲上級嘅，係有中國嚟嘅，係中國嚟嘅個 user， 因為Flag 係有顯示嗰個 user 嚟自邊度嗱，呢個好清楚啊！所以如果你突然間跟住有一個好中意發表攻擊 BNO 言論嘅 Flag 戶口咧，喺度作古仔話自己去咗英國，但係個戶口嘅 base 喺邊度咧？緬甸。我真係覺得你中共班5毛真係當緊啲人係弱智啊！呢啲友仔我唔會寬恕啊！玩網軍玩到咁過癮，所以你近排有啲攻擊 BNO 嘅 post 咧，你嗰啲突然間殺出嚟嗰啲，尤其澳門人嗰啲，你當佢5毛得㗎啦，即 block 即 report， 唔使客氣。嗱，呢樣就好清楚啦，呢樣啊，所以你見到個局勢係開始有革命欄 ，OK， 有台美貿易協議，有伊朗 ，OK， 喺香港都唔係。喺香港都其實個局勢都緊張嘅開始，你就知道咁多嘢加埋，真係老實講，我真係覺得今年2026真係，我覺得真係對我健康有啲 challenge。OK，anyway， 嗱，今日係突然間出個台美嘅貿易協議 ，OK， 個稅率 OK 係15%， 唔會再加其他嘢㗎，係15% 嘅咁。相當部分係免稅 ，OK， 咁嘅換嚟嘅就係咧，大概係2500億美金嘅投資 ，OK， 另外有台灣政府可以提供2500億美金嘅 guarantee， 嗱嗰個唔係額外投資嚟㗎，你總之其實你入咗2500億嘅投資金額咧，就已經 fulfill 咗啦。如果就台灣政府嘅無論如何都會擺2500億美金嘅 credit line， 即係譬如有更多人想嚟投資咪過嚟喎。主要就半導體投資嘅，而且佢投資嗰個方向啊，嗰啲所賺嘅錢咧，全部由台灣決定。同日本、韓國唔同啊。日本係要嗰啲錢係收翻本未收本金之前就對分 ，OK。收翻本金之後咧，係90%歸美國嘅。韓國咧就係美國要你投資乜就投資乜，你唔可以投資乜就冇，你冇搞。呢個就個信號好清楚嘅。美國人係依方面喺依個問題上面，我相信佢都幾信任台灣。佢某程度上，當然我覺得台灣政府有其他暗碼底嘅嘢㗎。OK， 有其他暗碼底嘅嘢，我唔知啊，即係嗰啲就唔係出賣國家嘅嘢，我諗係政治上嘅嘢。政治上美國係有要求嘅對台灣，唔係冇要求㗎。Donald Trump你知佢講嘅嘢，而且呢個點解中國會咁嬲咧？即係話點解對台灣好嘅有乜？呢次協議係商務部簽嘅。Donald Trump 其實有個含義嘅呢件事。呢個我諗係一般香港中文傳媒唔敢講，佢係 de facto 承認台灣政府。
你記住一樣嘢啊，Donald Trump冇知做呢啲嘢㗎。第一步佢 de facto 做咗先㗎，然後先至正式嚟㗎。你記得最初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佢本來喺海法㗎嘛，喺呢個特拉維夫㗎嘛，搬去 Jerusalem， 搬去 Jerusalem 嗰時啲人驚到緊係話啲人會嘈生晒，blah blah blah，佢唔理佢照搬去 Jerusalem， 跟住就承認其實 de facto 就係而家承認 Jerusalem 係以色列嘅首都，佢好興做呢啲㗎，或者揾以色列出手。如果以色列突然間恢復同中華民國邦交，唔意外。因為以色列㗎嘛，佢同呢個索馬里蘭承認索馬里蘭，咁索馬里蘭另一個即係邦交國，算係邦交國又唔係正式嘅，但係最後邦交國邊個就係中華民國。Donald Trump 以往呢啲當然你明顯嗰陣 agreement 當然係佢仍然係美國在台協會同埋台北駐美貿易辦事處啊。咁但係佢實質嗰陣因為嗰個係台灣關係法框架，但係你喺商務部大樓嗰邊簽呢啲咩事啦？你估到㗎，行政院副院長喺美國政府大樓出現，你已經知咩事啦？係咪先？佢盡在不言中啊！其實係真係盡在不言中。即係你問Donald Trump會下一步會承認中華民國政府又好，承認台灣獨立都好，機會唔細。即係Donald Trump其實嗰個冇乜耐性嘅而且佢個同日韓一致，而且佢係其實係基本上佢 terms 好過日本同韓國添嘅。其實即係你見到有啲台灣媒體你小心台灣媒體啊！台灣有好多媒體係賣國㗎，我用賣國嚟形容。不如中天啊、中時都係垃圾嚟嘅，咩工商時報嗰啲係唔使睇嘅，嗰啲係直接唔使睇。聯合報唔使睇嘅。我睇台灣媒體睇咩嘅？啲三文治再加鏡係咁多，中央社跟住啲人話黃珊瑚編食咗啲。喂，你點睇啊？你中時嗰啲係作新聞嘅，大佬點睇啊？你睇文匯報啊，不如係咪先？你不如睇文匯報啊！即係其實呢個係 good agreement 嚟嘅，因為你知道台灣同日本同南韓嗰個 agreement 嗰個投資嗰個係好受制裁嘅 agreement 嚟嘅，即係錢就入得多，但係問題就全部俾美國政府控制晒。但係台灣冇喎，不過當然台灣係有開放 market 俾美國嘅。應該會開放汽車市場，就係汽車市場一早要開放啦。你台灣嘅中華汽車，大家都知咩事啦？嗰個國民黨嗰啲講句難聽啲，嗰啲酬庸嘢嚟嘅嗰啲，依家就反而成日入嗰啲咁嘅中國車，算把啦，中華汽車有得佢啊！佢有即係其實你因為日本開放汽車市場比美國係有難度嘅，因為日本行右軚嘅，同英國同香港一樣。美國係左軚車嚟嘅，但係你諗下，你台灣開放汽車市場咧，美國就真係會食到嘅，真係食到，真係會有好處嘅，因為台灣係左軚市場啊嘛，你可以直接將美國嘅車款引入嚟。當然你仲有好多細節上嘅 agreement 要pushing up 嘅，但係亦都要小心藍白嗰種破壞啊！你知國民黨同民眾黨都唔想台灣好嘅，睇黃國昌嗰啲樣咪知咯。黃國昌同黃毓民都一樣嘅，黃毓民係唔想台灣好嘅，你睇到呢條。你話佢之前佢訪問蔡碧如民眾黨喎，你就知道佢條友呢條友 OK 嘅咩？呢條友算把啦。聽台灣嘢千祈唔好聽黃毓民講呢個人係賣台賊。我覺得台灣政府應該要喐佢嘅應該。點解你喺台灣受教育嘅？你某個程度台灣輔助你大嘅，你又點解食碗面反碗底啊？呢啲係反骨仔嚟嘅。其實好多國民黨嗰啲我 comment 都係反骨仔。嗱，你呢個你亦知道一樣嘢嘅 ，Trump 其實有個決定嘅 ，Trump 係唔可能出賣台灣嘅，冇乜可能嘅。Trump 係其實因為 Trump 好清楚，其實有一樣嘢，
點解日本嗰個貿易協議唔係咁嘅嗱？當然 Trump 咧同高市早苗嘅關係咧，我就唔擔心。問題係 Trump 都唔係傻啊！個真正問題係除咗高市早苗 ，OK， 其他嘅除咗小泉進次郎，小泉進次郎我睇佢同美國係冇問題，其他人係咪同美國冇問題咧？就我係一個問號嘅。好似小野田紀美，佢係美日混血兒，但問題係佢對美國嘅感情未必好㗎，因為佢同蕭美琴嘅情況好唔同。OK， 佢有一樣嘢好唔同。OK， 蕭美琴佢阿爸阿媽個婚姻係美滿嘅。OK， 即係對，而且就蕭美琴真係美國讀書，基本上蕭美琴英文都唔使講，英文係非常牛嘅。蕭美琴基本上喺美國人講，佢當自己人，即係其實佢有個自己人喺個政府裏邊係唔同㗎。小野田係講唔到英文㗎，我話俾你聽，因為佢老豆好早已經遺棄咗佢屋企，佢點樣去睇佢阿爸同嗰個祖國係，我係有一個問號喺度。即係我嗰人高市早苗對美國係 OK 嘅，因為佢做過美國實習生。小野田未必，小野田紀美未必，所以佢係個基因上 OK biological 嘅嘢，佢係一個即係有 Irish 血統嘅人 OK，but 佢心底裏邊佢一個 pure 即係一個。我諗純正過唔純正嘅日本人 ，OK， 佢仲係都係關西人嚟嘅，因為佢係江山 ，OK， 江山啲牛奶就好飲嘅 ，OK， 江山佢係江山人嚟嘅 ，OK， 江山係喺神戶同呢個廣島中間嗰個城市，所以呢個我就我有保留嘅，但係問題就係我相信某程度上高市早苗係有幫過台灣，OK， 有幫過台灣講嘢，即係有時台灣政府都唔係下下都方便同 Donald Trump 咁高市，因為你知道其實某程度上，你記得民進黨政府某程度上佢有少少左膠底嘅，你記住嘅，佢咪右派政府，但係高市早苗會幫佢講，同埋你始終成個民主進步黨裏邊好多人都係美國讀書。你高市早苗就民望好高，但高市早苗係唔係自民黨嘅主流派咧？我就有保留。即係日本可以容許一個非主流嘅首相可以到幾耐？我係唔知。我諗當初都冇信心啊！呢個當初冇底嘅呢個，但係就 Trump 對台灣，我相信佢係投。所以如果依家，所以你黃國昌亂講軍購嗰啲嘢。美國在台協會咪一拳勾出去咯，一嘢勾出去咯，大佬！你仲有一樣嘢記住 ，Marco Rubio 好熟書嘅，我熟台灣嘅 Marco Rubio， 因為佢跟間大中華地區嗰啲政治嚟嘅嘛，真係包括香港。所以 Donald Trump 其實對會唔會防守台灣其實已經有決定，即係甚至會唔會幫手清理國民黨政客咧，我都覺得有機會嘅，因為你知國民黨啲人咧，佢幾中意擺啲屋企人喺美國。黃國昌都係㗎，嗱，反而民主進步黨啲人其實唔係好興將啲屋企人擺喺美國㗎，所以我成日覺得喺香港講台灣政治嘅人亂講嘅有部分真係，嗰啲就咪俾黃毓民教壞咯，黃毓民條友你唔好走數話聽，以後話聽你就算你百年歸老我話聽你條友你都會繼續被清算到底亂噏嘢你同姓鄭嗰兩條友害香港害到嘅，我諗以後百年歸老之後都要照算賬，因為你哋兩個喺以前由商業電台到依家所造成嘅危害非常之大，即係我都有份做呢個共業係咪先？所以我出嚟清算咯，係咪先？我自己執翻啲手尾咯，好正常係咪？
你問呢個政治結果 ，OK？ 你話北京就肯定唔高興㗎 ，OK？ 因為你依家你有個咁嘅 agreement 咧，國民黨好難選嘅，話俾你聽。即係你完全係靠謠言嚟選舉，或謠言或者係啲非法手段咯，係咪先？我覺得其實賴清德有樣嘢佢唔敢做嘅，就係佢欠咗個冷藏行動嘅。其實冷藏行動將啲咩韓國瑜啊、傅昆萁啊、鄭麗文呢啲人全部拉晒坐監先講啊！哇，黃生呢個民主年代唔係咁嘅喎。我諗咧，李光耀最初都唔係想搞冷藏行動。即係以我哋，即係我對男人呢啲，我哋啲男人大笑理解，我比較明。李光耀有得揀，如果你唔係共產黨咁冇底線，佢寧願佢 debate 打贏你㗎，好過㗎。佢點解要點話要喐呢個 ISA 啊？你冇辦法啊嘛！共產黨就係啱唔過人就同你講默理啊嘛，咁你有乜好揀啫？佢道理講唔過就同你講默理，呢個就係共產黨。就係你依班咁嘅國民黨，依班都係㗎。你道理同你講唔過，佢就做唔三季嘅呢班友，唔係唔三季就走去搞黑社會。咁幾個嘛？呢班咪有你道理講唔過，同你講默理嘅呢班友，咁你有乜好做嘅？但係依家就至少一樣嘢就係美國俾咗政策先，俾咗美國政策益咗台灣先，將疑美論完全清除。即係你唔好再講咩疑美論。當然你話民進黨有一個問題就係佢唔識解釋呢啲經濟政策咯。即係我哋香港人就好易理解啊！2500億係實際投資嘅，跟住2800億係 credit line 嘅 credit line 係可以用可以唔用噶嘛 ，credit line 擺喺度噶嘛，你可以成世都唔用嗰條 credit line 係咪先？德國都好興㗎，德國你政府德國永遠都係點啊？你嗰啲大公司海外投資佢哋有條 credit line government guarantee 㗎啦，係咪先？因為 government guarantee 啫嘛，佢唔係真係用噶嘛。但係台灣咧就係嘅，你話2800億係咪真係咁難？唔係。台灣可能比起日本啊、南韓啲，南韓就可能真係乜嘢都靠 Samsung，OK，因為 Samsung 係做晶片噶嘛，同埋呢啲 RAM 依家周圍都唔夠貨，係咪先？佢都要擴產㗎啦嘛。台積電個資本投資好容易過2800億嘅，佢所以冇話係乜嘢期限要完成呢件事。OK，日本係話到明㗎，一定要係 Trump 年執政嗰時就要完成呢件事㗎，佢冇得拖㗎。但係台灣冇話要幾時完嘅，但係阿 Trump 呢度就係台灣，佢啲使乜指定時間佢幾時完啫？佢半導體嗰啲投資嗰啲廠，即係再加埋嗰啲即係周圍嗰啲產業嗰啲嘅機器嗰啲嘅 clean can 嘅2500億小兒科嘅美金，台積電係非常之資本密集嘅投資嚟嘅，所以你中國走去如果真係爭晶片呢件事，你咁樣搞軍備競賽，中國嘅經濟會被拖垮嘅。因為你係賣唔到最 niche 嗰啲晶片嘅，你冇嗰個 profit margin。喂，你話Samsung 咪投資成熟製程生產 RAM 咯，反正都唔夠 RAM 嘅成條街。AI 年代話啲 RAM 啊、SSD 嗰啲咧，你而家搞到嗰啲 graphic card 係咁 downgrade 㗎嘛，嗰啲電腦係咁 downgrade 㗎嘛。即係原本 DDR5 或者 DDR4 係咪先？你話 DDR4 復古啊！而家講緊 DDR3 都可能攞翻出嚟用啊 ！DDR3 係啊 ，DDR3 我唔係同你講笑，係 DDR3 都攞翻出嚟用。OK， 你諗下你嗰啲 graphic card，你咁即係你仲有乜？你 Nvidia GeForce 四字頭系列嗰啲 RTX 四字頭系列嗰啲4000嗰啲，覺得你復古咩？係咪先？依家係3000系列都攞翻出嚟用啊，大佬3000啊，因為冇貨啊嘛，唔夠貨啊嘛，啲 RAM 唔夠貨啊嘛，你買 SSD 依家我都頭痛啊，我真心頭痛嘅話啫。如果你屋企你或者你有咩要 storage 啊，你要換機嗰啲，你而家頭痛啊，大佬，你頭都赤啊，大佬。所以我話你其 RAM 嗰啲嘅 eventual SSD 嗰啲都要喺美國生產嘅，即係仲有先進製程嘢美國生產。有啲成熟製程都應該要美國生產嘅，譬如 SSD 嗰啲，你儲存資料都係 national security，OK， 國家安全為嘅由，所以你話咩 HP 咁轉問長江儲存買嘢喎，心諗哇，有啲俾我知道係佢問即係中國啲廠嗰啲 RAM 廠或者 SSD 廠買晶片，我唔用嘅嗰啲機，我講明先啊，我信唔過中國嘅呢樣嘢，絕對信唔過，而且你日本開始禁運
中國啲即係做半導體嗰啲原料嗰啲化學品啊嗰啲嘢噶嘛？呢其實你都知拳我腳往啦，兩個國家係咪？咁當然啊，Donald Trump 就亦都好清楚嘅，佢應該係對台灣問題有個立場㗎。佢台灣問題有立場㗎，應該都係行即係跟 Marco Rubio 條街條得㗎。有啲人話：有乜用啊？佢喺伊朗都係點啊？即係 all talk no action。你委內瑞拉話出兵嗰時，啲人都話冇行動㗎。啲人邊有諗過委內瑞拉一夜之間點解2個鐘頭將阿馬杜羅夾翻去紐約嘅？我斷啲毛講嘢小心啲。依家你以為好得戚，跟住 TVB 就係咁放 fake news， 跟住香港啲傳媒就喺度集體放 fake news。係我仲留喺香港做記者，我真係覺得好悲哀。集體幫個 propaganda machine 放假新聞。呢啲係叫做新聞。呢啲你不如講話3年8個月嗰時喺華僑日報做啊，好唔好啊？我唔想咁樣講啊！你3年8個月期間你喺華僑日報做，我都仲有少少可以理解。因為3年8個月嗰時，如果你走唔甩嗰啲，即係你走唔切嗰啲，你離開報館嘅話，隨時就俾日軍鋸，係咪先？你一係就冇命，你一係就幫日本仔做嘢，係咪先？即係所以佢哋就成日都點啊？玩膠喎，係咪先？富可嘛，係咁玩膠，係咁線啲，即係點啊？博你啲日本人唔識睇中文咯，係咪先？當然，我覺得呢樣嘢好蠢嘅，因為嗰時即係日本軍部啲人就冇咁叻啦。但係問題，日本啲公務員有啲中文，當時嘅日本公務員唔係依家，佢哋嘅漢文知識唔係差㗎嘛。你玩唔到，其實有啲係不就點話玩膠玩到即係點樣學係有咗事嘅。OK。我諗呢個係會有嘅賴清德選舉嘅，應該會幫手清一清國民黨同埋，即係當然你話美國會唔會幫手清國民黨同民？如果你國民黨同民眾黨繼續阻止軍購 ，Donald Trump 會再出招㗎。其實嗰時就唔係嚟依啲咁嘅關稅協議㗎，你再阻住地球轉嘅話，就我估就佢哋啲屋企，佢哋嗰啲財產嗰啲就好快會有人爆大鑊嘅。或者佢哋嗰啲屋企人呢個卡就好快會俾人咧 cancel 唔出奇㗎。你記住一樣嘢就係咧，佢呢班有一日未入籍，即係未成為 American citizen 之前，你爭 green card 只不過係 parliament alien 嚟嘅 ，OK？ 你 still 你仍然係一個非美國人 ，OK？ 你嘅綠卡係可以被取消嘅，個新聞。OK， 呢樣嘢係一個對付國民黨一個好重要嘅武器。OK， 咁跟住話哇 ，what is next？ 你諗下，Donald Trump 去到呢個唔係貿易協議，呢個政治宣言嚟嘅，北京識睇嘅。OK， 如果佢借伊朗呢單嘢，即係你其中一個唔敢進軍伊朗可能原因就係，當然你進軍伊朗可以斷中國手腳，當然可以。但係會唔會中國趁呢個機會，趁呢個空隙乘機進攻台灣呢？咁啊，呢個係有concern嘅。當然，我覺得喺農曆新年之前，中國未必咁渣，未必，但係都仍然有呢個機會。你知中國隨時乜都冇嘅，同埋習近平嘅管治水平，你都知咩事啦。所以我就諗。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就係我究竟之後會係乜嘢世界？台灣同中國嘅關係會點？但係我諗美國係越嚟越清楚，最終係會走，即係你加拿大，你而家走去勾結中國。我係聽加拿大俾當初揾人掃場係自己攞嚟嘅。你可以唔同Donald Trump，但係你唔可以引外國人入嚟搞，你唔可以引中國入嚟同Donald Trump對講。你搞英國都算 ，OK？ 你揾英國都勉強嘅，Donald Trump都未必會出聲。你揾英國、美國，因為嗰啲係你前中主國不特止啦，而且嗰啲都算係西方盟友。你揾中國係美國敵人喎。你而家玩緊司馬文電報啊，大佬。所以你Donald Trump 佢見你中國喺加拿大 V 運嘅話，
一定喐手㗎。即係如果 Donald Trump 點啊，最後成功令 Alberta 獨立，或者成個加拿大散晒㗎。Alberta 一獨立，加拿大散晒㗎。我同你講，甚至點啊喺加拿大令到加拿大最後要掃晒班喺嗰啲華人社區幫中共做嘢呢班咁嘅廢佬，你唔好怪我冇事先提佢哋呢班人。你而家搞司馬文，美國人門俄主義後面一個好重要嘅前提就係你唔好喺美國門口搞事。你喺美國門口搞事，你一定會出事。呢個係唔需要懷疑嘅。呢個唔係 Donald Trump 嘅門俄主義，到依家行咗成接200年，都係咁嘅邏輯。所以點解德國一次大戰，德國佬真係招惹殺身之禍，就係走去就係整咗份司馬文電報，佢意圖就係叫墨西哥一齊夾美國佬。嗰時同墨西哥話：我幫你德州復國啊，咪攞翻德州翻嚟啊！咁咪賴嘢喎！截咗份司馬文電報之後，美國截咗電報就你想咁玩 ？OK 得，我派遠征軍上去歐洲戰場，點樣同你打鑊金？OK 嗰時係美國嘅德語社區嘅反德情緒非常高漲，係直情啲人連德文都唔講啊，連啲姓都冇晒德文，所以你叫 Donald Trump 個姓係冇咗德文特色嘅喎。德國係冇 Trump 呢個姓嘅，德國 Trump 呢個姓係一定後面嘅串法係唔同嘅有啲。但係點解會咁啫？當時就個個都民直激憤啊嘛，係咁啫嘛。OK， 嗱，歡迎各位咧就用 QR code 或者銀號請我飲咖啡。點解就歡迎各位請我飲咖啡？我就好簡單嘅，廣告咧就不可持，廣告就好難維持嘅，因為你就係呢班咁嘅香港人呢班咁嘅垃圾 OK。佢係周圍揾啲 robot 搞人 traffic 㗎，呢啲咪中國人咯？中國人就係不事生產啊 OK， 即係你問我點解最後會眼藏行動？點解全世界都會對中國人冇嘢㗎？你自己諗下，你班友平日做乜嘢先啦？好事多為啊！我只能講真係好事多為。你見到啲人冇辦法正常生活，你將全世界人嘅正常生活嘅搞禍晒嘅。OK， 好啦，呢一集講到呢度，下一集咧我會講隔離眼嘅，下一集 OK。咁咧就可能咧我都話㗎，今日可能3節 OK，即係話哇有冇咁多啊？即係你知我之前早上1節，你邊可能冇話咁多啊？呢個咩時勢？好啦，咁啊一節講到呢度啦，咁啊等間下一節再見。